为着要帮助华人的产业，华人县政府按说要伫12发3000块的振兴券，卖场佮百货公司嘛推出真侪优惠的活动，要来拼经济。百货公司内面无啥人，自从控3地动了，大家业绩拢正歹。因过为了要抢12月本的3000块振兴券，业者拢有配合活动。3000块振兴券折6000，6000块振兴券折12000。我们振兴券的话是这3000都可以任选这上面的2双。花莲县政府这边传10亿要分予全县30万的民众振兴券，分做200加502种。因为眼皮项目有4种红价设计。那第一个就是扫啊，第二个就是要刮我们的花莲的 logo 啊。第3个步骤呢，你拿着你的振兴券，你就可以对着太阳光，这里面有很多防微的这个针织的线哈。第4个步骤呢，振兴券里面的还有我们的一个3。由业者搭配振兴券，那买物件金额达到一定额度就送礼品，也会拨一寡收入做爱心。只要满1000元，我们就送他台湾的 LV 夹子袋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您的1000元，我们还会捐出100元给花莲的社福团体。官府强调，振兴券适用伫咧餐饮、购物、娱乐等多元的消费场所，不过无造钱。请民众唔通摕到振兴券就着急要去换钱，会让一直用到明年2月底。希望大家好好利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